小雲，開門啦！哎喲，你係邊個啊？我唔識你喎。我係 boss 啊！博士教我唔好亂咁開門俾人㗎。我真係 boss 啊！如果你真係博士，我想問你一條問題，你一定識答嘅。你最中意邊個啊？芥菜唔係生菜老師。咦，原來你真係博士喎！出邊搞咁耐先俾我入嚟，你講中意把聲就咁先。哎喲，唔好啊，博士！但係點解你把聲變到咁嘅？我都唔想啊！尋晚係咁咳完今朝就係咁啊！哦，咁不如我教你幾個咧，山吹老師上堂教過嘅簡單止咳大法啊！生菜老師。哎喲，第一個係最簡單嘅吸水蒸氣大法。首先準備一盆熱水，然後喺佢上面吸5至10分鐘。咳好多時係因為氣管太乾燥，而透過吸入水蒸氣，可以幫助氣管維持濕潤，減低痕癢嘅感覺。哎喲，第二個方法，博士你可以將薄荷膏搽喺呢個喉嚨同埋胸口嘅位置，因為薄荷膏有鎮痛止痕嘅作用，加上佢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令你唞氣順暢啲㗎。哎喲，第三個方法就係食朱古力啦。咁都得。博士你可以揀啲可可成分濃啲嘅，例如70或者80度嘅黑朱古力，因為朱古力入邊含有可可鹼，係一種天然嘅舒緩劑，可以停止咳嗽嘅反射作用㗎。係真唔係啊？咦，博士你把聲好翻晒咯喎！咦，今晚咪可以有三吹老師？哎喲！